我的灵啊，你捌对耶和华讲，你是我的主，你医治我，我无福气。论到地上生的百姓，因是极其好，是我深深欢喜的。这是咱的吟，咱起来吟圣诗396首。我的心，你着学老主，咱起立来吟全首。是咱原徛咧，用四读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定是哀作。第三日对世人中道我，就是去打地全能爬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人。我信圣神，我信是共同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得我，永远的活命。请坐。这是咱用启用的方式来看上帝话。启文第8篇的诗篇23篇，我来启兄弟来用。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半项。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予我新的气力。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你的恩惠，你的恩典之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这是咱三甲的祈祷。亲爱的爸，阮伫清早学乐你，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阮要伫即个中间欢喜快乐。阮嘛感谢你赐着新的一日，保守阮平安度过风雨的暗暝。伫清早，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将心归向你。主啊，阮将今仔日的一切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用圣神充满阮，赐予阮智慧甲气力，互阮会当赢过逐种的挑战。求你嘛引带阮的脚步，互阮所要讲每一句话，所要做的每一个决定，拢是荣耀你的名，并成做别人的祝福。愿你的疼甲平安，成做阮的盾牌，帮助阮伫无用的中间，无灭去即仰望你。阮安尼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家庭诗班用至好朋友耶稣带咱来敬拜。这是咱来看一位主家己的话，咱今仔所要看是约翰福音15章，咱要伫第5节看到第10节。我是葡萄树，恁是枝，甲我结连的，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真济果子，因为无我，恁袂当做啥物。人若无甲我结连，会亲像打去的枝，互人迄出去外面，捡规堆，迄着火烧。恁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恁无论爱啥物，求就甲恁实现。恁若结真济果子，表示恁是我的门徒，我的爸会因为安尼得到荣光。亲像爸有疼我，我嘛有疼恁。恁着不时踮伫我的内面。恁若遵守我的命令，恁会不时踮伫我的内面，亲像我有遵守我的爸的命令，不时踮伫伊的内面。愿主祝福伫伊家己的话，今仔日真感谢黄南丁牧师，今所带来的是踮伫我内面。
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感谢主，互我搁一遍会当代表着咱隔壁的台湾教会广播社来到咱东门北区的教会，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也搁一遍来向恁谢道社，甲恁请安。啊，总是要谢道社进前爱先回息的，因为旧年吼，我这逐年拢会来报道一遍，总是旧年吼我缺席。啊，但是我毋是故意缺席啦，吼，因为旧年原本是7月27日爱来到遮请安报告，但无拍算吼，7月21就互送入去，毋是洞房，送入去病房、开刀房内底吼，手术，吼，因为我即个原本药剂遮吼，就10几年前摕一粒起来，到伫旧年吼，煞走来细部即个所在。医生咧甲我看，想哇，你这哪会变较大粒无吼？奇怪，咱长老教会都无背家运动，哪会这细部这吼，煞背家运动？对于旧年8月初2开始爱食标靶药啊，吼，标靶药啊，所以即摆若有人问我讲你最近好无？我一定甲伊讲真好，只是吼有着癌爱食药啊尔。等于这咱的身躯，逐个拢有病痛，咱拢有恶担当的代志，总是因为咱有主。踮伫咱内面，甲咱三陪伴，所以通互咱吼，咱即个世间每一日的性命，拢会感受着迄款的丰盛。咱搁一遍做来祈祷。是阮的主万军的上帝，阮献上阮的感谢。主，阮知人是有限的，总是你的权柄，你的所做，一切拢是有限的。人无法度完成的。到伫你手中，拢是遐尼简单。恳求你，互阮牵调伫圣心内面，搁一遍看见着圣经顶面对阮的教示，帮助阮、引传阮，互阮的性命甲你相结连，要得到荣耀，得到丰盛。愿主你来祝福，互阮做伙来听见你的话，甲阮三相三得得，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仔日我要用一个点伫我，甲咱做伙来分享。咱今仔所看一段圣经在，其实讲起来真简单。这个简单的表示啥？主耶稣基督伊所咧讲的话是遐尼有活命。今仔日用这个葡萄树做譬如，事实上讲，如果若到伫台湾，伊可能毋简单用葡萄树，伊可能嘛用山啊，嘛用这个往来设计、往来做譬如。因为啥呐？因为伊的话的确浸到伫咱心内面，甲咱做伙徛起。首先我请大家来看一个新闻吼。这个新闻真轰动，伫咱台湾顶半年吼，会当讲这个社会新闻排行榜第1名。安怎呢？讲有一个102岁王老先生，伊呢正月时阵去户政事务所，甲长期照顾伊超过18年的一个68岁一个看护吼，2个人登记结婚。这登记结婚了后呢，这个王老先生将伊名下拢总有8000万的保险金，毋单单呢，佮包括有土地真侪笔，加起来拢总有2亿的财产，拢来过户互这68岁的这个看护。这个时阵呢，普通时吼，今日是谁无咧出面？这代志发生了的时阵，到伫2月，煞伫台北中山北路的马街病院伫遐发生啥物呢？抢人大作战，这个到落尾到底法律会安怎判？毋是咱今仔关心的重点。咱咧关心的重点是啥？讲这个人需要一个陪伴，这个陪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咱嘛会当看伫差不多3、4年前，曾经捌着台湾金马奖的一个男主角陈松勇，伊到要过身之前，伊嘛是真感谢伊迄个外籍的一个朋友、外籍的看护。长期对伊的一个陪伴看顾，所以当伊离开这个世间的时阵，伊嘛将伊的一个财产留200万来互这个外籍的劳工，互伊会当转去到伊的故乡有真好一个发展。所以陪伴有重要无？其实陪伴非常的重要，包括咱即马看见到台湾嘛真侪因为陪伴所产生的这个新兴的一个行业，有啥物款的行业？你即摆去网络顶面看吼，如果你係一个人真无伴，讲吼想要找人陪我食饭咧，你去网络看吼，点击一个嘛有人会陪你食饭。
啊，你想要去慢跑，嘛有人会当陪你慢跑，看电影，拢会当有人陪伴你。所以咱嘛看见讲真侪少年朋友真爱出门的时阵，就爱挂啥，挂迄公仔啦、翁仔啦、毛茸茸的物件啦，啊，是毋是即马是安那？真侪人来穿啥毛小孩，这表示啥？人心灵真孤单，需要有迄款彼此的一个陪伴，一款的一个经验。所以咱的教会就爱扮演即款彼此陪伴，真做是迄款的一个真好的的共同体。伫圣经创世纪第2章18节，伊嘛安尼咧写，讲耶和华上帝讲：人担心家己大毋好。即句话其实毋是干那用伫结婚的时阵咧用的尔啦。即句话嘛帮咱那啥，就是讲人爱彼此相结连。啊，即种的相结连呢，特别是着爱有伫主的疼的中间，因为主先疼咱，所以嘛，互咱会当彼此相疼。所以人家己无好，爱彼此常常联系，这真做是咱一个真要紧的一个所在。所以伫台湾教会公报社，阮有发现真侪会当帮助咱。如果咱一个人感觉真孤单的时阵，咱起码咱的心灵袂使有孤单。咱来常常有圣经顶面的话语对咱的一个帮助。所以你会当看见这伫公报社有发现啥物咧？这咱会当家己抄圣经，一边对照，这边看圣经顶面安怎讲，咱呢，搁家己抄一遍。安尼，咱的心灵就无地够孤单。这个图呢，是有一位90几岁的牧师妈啦，这牧师妈就是去年因为我破病的时阵，有一个地显仁牧师，伊来咱中间请安。这是地显仁牧师伊的妈妈，已经90几岁啊。伊逐日要做的代志是啥？伊逐日要做的代志就是爱抄这个公报社所发现圣经充满我。这个因为圣经充满我，就是将圣经甲画一空一空，咱就页笔甲填好我。我想起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是一世人拢伫迄款病痛中间咧度过的人。伊到要过身之前，嘛是安尼真要紧，就是逐工拢爱抄这个圣经。我的妈妈是逐礼拜1、3、5拢爱去病院去血液透析，爱倒4点钟。倒转来了的时阵人已经真虚啊。总是呢，伊就感觉讲爱举笔，来抄写即款的一个圣经。是感谢主，这嘛对伊来讲，也是讲对于阮这囝儿时世来讲，是一个真大的一个鼓舞。所以，互咱看见就讲，迄款咱要互主真做咱一个陪伴，咱要安怎互主真做咱的一个陪伴呢？今仔日咱所看这段圣经节，大家无青分。总是这段圣经节，伊是出现伫耶稣的最后晚餐内面所讲的。咱看这个正边这个图这叫做马可罗。这马可罗，咱会当教会公报社看，即马有咧做展览，圣地一个摄影的展览。这个马可罗就是耶稣甲学生最后晚餐的一个所在。伫这个耶稣最后晚餐的时阵，主耶稣基督咧对伊学生咧甲伊讲，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点伫我也点伫伊的，恁就结果子侪侪。因为甲我相离，恁就啥物拢无法度来做。咱甲想看觅，这段话呢是主耶稣基督通讲叫做临别赠言啦。因为伊知影讲伊搁再来要来离开这个世间。如果有一个真好一个朋友，一个至亲，长期甲你相做伙，雄雄这个人要离开去你会惊吓咧？迄是互你真惊吓，你会感觉真孤单。所以呢，主耶稣基督伊已经有感受着讲，我若离开的时阵，恁会真戆影，恁会毋知影要怎办。所以我搁一遍用这个话语来对恁有帮助，要真做是恁的陪伴，一个倚靠甲困难。这段经文所强调的是即款的一个安慰甲鼓励。虽然主的一个肉体会离开，但彼此会当永远有生命的一个连结。所以耶稣基督伊就用以色列人非常熟悉的这个葡萄树甲枝来做譬喻。因为葡萄树伊的这个枝无真粗，要做拐嘛土咧就会压断去。但是伊独特的功能是啥？
就是讲透过着即个葡萄树，通过着枝，会当将水分、养分来送到伫尾后，然后会当做即个结出着真好一个果子。这就是伊上大的一个功用。所以即款的一个功用，就是枝若甲葡萄树有连结的时阵，才有法度来养分会当送到即个枝来结出着果子。那安尼咱嘛会当看伫即个主耶稣基督伫约翰福音14章第60个所在，伊嘛有咧讲着，讲我就是路，是真理，是活命。若无对我，就无人就近爸。即句话，参咱头拄所咧看，甲伊做一个连结的时阵，就讲，独独就是爱我靠我。但是你即摆要无去安尼，要安怎？无要紧，我的确要踮伫恁的中间，咱来彼此相结连。讲到遮吼，我就想起着我细汉的时阵，我的老爸咧讲伊细汉的时阵的故事。阮爸爸吼细汉的时阵，差不多拄啊二次大战战后，二次大战是1945年结束，咱即个国民政府吼是1949年吼正式来台湾。伫即段时间吼，就有足侪阿兵哥已经伫台湾，但是吼，我的爸爸讲，伊讲迄个时阵吼，讲实在啊。台湾吼各方面吼的水准是来吼，拢赢过中国赢足侪，特别是迄吼足侪阿兵哥吼，因真可怜啦，是安怎？都10外岁啊，哦出去买一罐豆油的时阵，就从此之后毋捌去转去因兜，是安怎？互掠去做阿兵哥啊！这阿兵哥就安尼吼辗转来到台湾，所以吼足侪代志因拢毋捌，伊就咧讲吼迄个时阵就吼，咱台湾拢有咧吼，拢有电呢。电火球倒落的时阵吼，甲切落去的时阵，就电就走出来。这阿兵哥看着吼，感觉足神奇、足奇妙。伊嘛走去水电行，甲伊头家讲吼，头家啊，我嘛买一粒，要买吼会发光的即个吼，电火球吼，看会当发光袂？买了的时阵，摕倒去厝内面倒，要倒咧倒，这无这壁面顶安尼倒咧吼，趣味啊，甲倒落去，倒落去了后，再伫遐倒。来袂倒，足生气，佮走去水电行，甲水电行头家理论，讲你是欺负我这外地来是无？头家想讲，无可能啊！来，我甲你转来看觅咧。结果一看讲，你倒咧倒？我倒咧食啊，倒咧食，倒咧遐你也无牵电线，无电路，这要哪会发光？讲你无你规日摕咧倒咧喙里看会发光袂？毋是干那安尼尔吼，咱知影阁有吼自来水的故事嘛，对无吼？这表示啥？讲迄个电火球你甲倒伫遐，都无电线、无通电吼，要哪会光？这咱感觉历史上的故事、真实的故事真好笑，总是今仔日互咱反省一项什么代志？咱来做伙来反省，就是讲吼，马太福音书5章14节对咱提醒，讲吼，恁是世间的光啦，人就袂发光，是安怎讲？恁是世间的光，就是因为咱有参主连结啊，因为就是通过着主，你是生命道路真理，你通到咱的上帝遐时阵，上帝讲要有光就有光，所以人咧就会当笑光出来，因为咱有上帝一个形象，这就是一款连结的一个要紧性。咱若继续来看今仔日这段圣经节。伫第6节、第7节的所在，嘛对咱来提醒，咧讲啥？咧讲人若无踮伫我吼，就亲像迄个会枝吼孤单去啦，因为无迄个养分送甲伊，迄个枝伊就孤单去孤单去要安怎？独独敢若会当摕去互火烧。不过若踮伫我有迄个连结，咱就会当所有的代志拢会当来食。伫遮咱来看。有一句话讲吼，若有连结，凡若所爱，恁若求，就要甲恁成。是安怎会安尼讲呢？因为咱来想看觅吼，讲咱先看一页吼，讲因为有主伫咱内面，咱嘛甲伊连结的时阵，这叫做是一种双方面的、双向的，毋是讲敢若单向的。表示啥？表示讲有一个性道相通啦。所以主伫咱内面的时阵，咱一个双向的。是安怎？若安尼，就所求一切拢要甲会帮人成，这互咱想起着讲，咱有咧祈祷无？
有嘛吼，咱会祈祷，啊，咱若咧祈祷的时阵，是你一直伫遐咧，拢一直讲，拢无爱停困落来，听主对你讲的话，啊，是你会停落来。若是讲咱即甲主耶稣基督的连结是双向的时阵，咱着停落来，听主对咱讲的话的时阵，伊伫遮就会帮咱修正，亲像迄鸡共款吼，甲你修正。所以吼，修正到后来，你所求的吼，的确拢要下伫主的意思内面。若是下伫主的意思内面，这个代志敢袂成，的确会成。哦，所以这只要互咱看见，讲这是一个双向的。啊，咱来看啊，即届风台吼，咱无安那有真大的风雨啦吼。但是旧年呢，我那7月的时阵，哦，咱台南真严重。台南真严重，我所住迄个所在，啊，4楼有一户吼，伊厝内面有一丛迄个罗汉松。啊，罗汉松吼，伊迄盆栽是真重哦，但是迄边做叫风甲伊吹倒去，啊，吹倒去了的时阵，找即个艺行的吼，师傅来吼，哇，2、3个人差不多将迄个骹仔吼，安尼甲硬起来。啊，引起来了时阵，咱看哇，啊那有一位吼，煞闭切去啦。哦，所以迄个师傅就讲吼，啊，这我吼先帮你用这甲伊固起来吼，甲连起来。啊，连起来了，你要注意看哦。若1个月了的时阵吼，迄个枝无青冷冷安尼吼，你着通甲伊剪掉，是安怎？迄表示讲吼，迄孤大去啊啦，死去啊啦。所以咱会当用这，咱嘛看甲真清楚。迄个高大去的时阵吼，你若无剪掉，就影响到其他的，啊，就被人剪掉去啊。所以这是对主耶稣基督对咱真好一个提醒甲教示。啊，伫遮我嘛咧搁一遍来强调，讲咱参主，啥物叫做是点伫我？迄是一个双方面的，双方面的一个连结。啊，若是安尼，咱看即段圣经在，其实主耶稣基督有一个爱咱特别注意的所在，是讲要安怎会当来维持即款的一个关系。伫最后晚餐了，你着要离开阮啦。啊，离开阮了的时阵，伊着对遮个学生一个提醒，就讲恁着通守诫命，的确爱守即个诫命。守即个诫命的时阵，着会当有彼此相连结。若是安尼，咱讲咱要安怎会当来彼此相连结？我着要讲起着，这着是文字事工的一个重要性。文字事工伫每一个时代。透过着无共款的这信仰前辈因所留落来，因安那咧领受着主耶稣基督的一个恩典，通帮助每一个时代的人来做伙来守伊的诫命，这就是一个文字事工的一个重要性。所以伫台湾教会广播社啊，这几年中间吼有特别啊，阮嘛想办法，讲要安怎用更较简单的方式啊，亲像主耶稣基督伊的譬如拢真简单。若是安尼，咱要安怎更较简单的方式啊？阮有出这叫做绘本吼，出真侪只绘本帮助啊，咱的亲子哦，爸爸妈妈你会当带囡仔哦，啊，咱的长辈吼嘛则相适合看，是安怎？一方面看红仔图，啊，一方面看这文字。啊，若想要学英语的嘛会使吼，因为阮这嘛有出英语版啊，亲像旧年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咱咧纪念，咱嘛咧庆祝，咱嘛咧反省思考，咱说到160年，所以伫旧年有出一本即个台湾医疗宣教第一人，是咧讲马雅各医师的一个故事。哦，咱搁一遍当透过着讲160年前，马雅各医师伊来到台湾，特别来到台南的时阵，哦，迄款吼26岁啊，真优秀的一个青年人。啊，伊放弃着侪会当真好一个享受，啊来到台湾，吼啊几十人糟蹋，但是呢，伊依然坚持，讲伊透过着即个医疗的一个方式，啊帮助侪人会得到医治，啊个心灵嘛得到一个改造。所以咱看起着讲，咱通过这简单的一个绘本吼，啊咱会当做听的连结。啊，即款的听的连结，就是我头拄向大家做一个提醒的，讲圣道相通啦。哦，就是有侪圣徒，因领受着主耶稣基督迄款的一个恩典，啊，因的好所行咧，嘛搁一遍来影响着咱，啊，咱嘛会当领受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这就是一款一个听的一个连结，这是文字工作，
第一个部分来帮助咱会当踮伫主内面。第二个部分呢，亲像我头拄仔一开始所咧讲迄个陪伴的重要性。主耶稣基督其实伫迄个3年久的时间，伊常常就是用伊本身的一个陪伴，甲伊安尼做伙，甲这学生安尼做伙，互因会当安尼亲自领受着讲一个人用性命来影响着性命。所以，这个陪伴的一个重要性，就亲像台湾教会广播社，阮发行这个更新周刊已经30年啊，今年是拄啊第30年。更新周刊足简单，佮敢若3个故事。这3个故事绝对毋是去网络顶面抄的，嘛毋是叫 AI 写的，是每一个人伊真实讲伊家己安怎去互主找着，迄款的一个感动，伊家写落来。阮今年有特别找一个叫做李正新的李正新。这个李正新因为我真趣味，是安怎呢？伊少年时阵我若讲起来是我若普龙讲到伫印尼12年的时间，伫印尼12年，无拍算伫即个印尼12年，煞互伊会晓真会晓讲印尼的话，所以转来到台湾咧找工作的时阵，转找位倒位去呢？伫一个天主教的机构，专门咧服侍遐个外籍移工，特别是伫遮个渔民，拢足侪是印尼的渔民，煞会当通过着伊会晓讲即个印尼的话来服侍遮个渔民。伊感觉讲真感谢主，上帝对人拢有伊的时间表，拢有伊的备办。伊来其中伊来写一篇文章，伊就是咧写啥呢？我请大家看者，就是咧写讲帮助人其实嘛当真做是一个受帮助的人，这就是一个双向的。伊伫即个文章内面咧写，伊写讲有一个叫做阿丁的人，这阿丁来台湾食头路。总是咱知影讲，咱即马台湾这外籍劳工上大的问题是啥？做乌工正式工作趁袂着钱，拢去做乌工。所以即个阿丁嘛去做乌工，我趁真侪钱，总是呢做到目睭用要青面去。所以呢，伊转敲电话，即个李正新甲伊讲麻烦你带我去自首，因为我想要转去我的故乡。我的爸爸手术带病院，好亲像伫遐咧等我转去。这李正新就带伊去自首，然后送伊到机场。这个搁一遍对伊一个鼓励。所以伫遐伊家己感受到，当我咧帮助即个人的时阵，其实我家己本身嘛是真做是一个受到大帮助一个人。特别伊咧讲到讲，即个才想起来讲是安怎要互伊伫印尼12年的一个流浪，这拢是上帝真好一个安排。所以即个更新周刊伫9月的时阵，我嘛会办一个座谈会，嘛邀请即个李正新来到台湾教会广播社，咱嘛做伙搁一边来看，讲通过着更新周刊，每一个人简单的故事，真做互咱看见着讲主咧伫遐咧对咱有所陪伴。第3个部分，我也请大家来看讲伫台湾教会广播社所咧发行的即个刊物中间，我嘛真要紧是要做一个鼓励甲陪伴。所以咱每一礼拜当看见着台湾教会广播，这台湾教会广播内面有真侪，就是要邀请咱做伙来守上帝的诫命。阮常常咧讲，即个台湾教会广播叫做新的旧文是安怎叫做新的旧文？因为伫咱即个时代，咱看每一条消息若过了1点钟、2点钟，就变成是旧文啦。大家拢通人知总是呢，要安怎有一个真正确的，或者是有一个反省性的。所以阮咧讲教会广播，这叫做是一个新的旧文，会当帮助咱搁一遍伫信仰内面来看到应该咱去了解的这个新闻。伫咱广播社嘛有发行这个少年新眼光的读经手册，这是帮助咱青少年用真活泼的方式来看见到圣经顶面的一个道理，这个拢是帮助咱咧受伊的诫命。伫嘛有新眼光的读经手册。伫最后，我嘛要搁一遍来邀请咱对台湾教会广播社对阮的支持甲鼓励。
因为我最近常常爱去看血液肿瘤科吼，血液肿瘤科常来甲我做即个血液的检查，做足侪检查。最近去看的时阵，伊讲，哎哟，你哪会胃佫发炎，佫胃食道逆流，你压力是遐尼大是无？我想着讲好，拄仔医生甲我讲即个话吼，我今仔日就要甲大家讲，是安怎？因为我要甲大家塞奶，讲咱边仔用即个巴克利的名所设立的，无论是教会还是机构，请大家吼，莫互我压力遐尼大。内底有风险袋啊，毋通互伊空空。若会当用手机甲扫即个 QR code， 就甲扫落去。为着教会公报社的欠亏，搁一边为阮来关心奉献。大家请放心，咱若即个扫即个 QR code 吼，你饲了伤紧吼，加饲是零的时阵吼，无要紧，阮往来会退行你啊吼。旧年就真正发生一个故事，我来出卖一个。过去的民意代表吼，伫中华要做过县长的，咱的教会的会友，足好意的，奉献，奉献8万箍入来，奉献8万箍吼，就公报社咱的同仁就甲伊讲这猫咪姊妹吼，这请教你这8万箍是要奉献吼经心，还是要互公报，还是要互少年新安宫，还是新安宫？伊讲8万哦。无啦，毋是啦，我是要奉献8000啦，加一就是了。阮的即个人事就紧甲即讲，佮摕一单讲吼，爱72000箍爱退现互人吼。真感谢主，咱来看咧讲吼，咱家己教会会友吼，做过即个父母官吼，换啦是安尼，真清气上，生活费用吼，换啦真安尼真节省，但是伊愿意为着公报社所咧做遮吼，甲阮徛做伙。3陪伴，所以请大家来关心教会公报社所做的事工。伫咱祈祷了后，我嘛有一段影片，咱能做来看，更加了解着讲，主耶稣基督真做是咱的陪伴者，咱踮伫伊的厅内面，伊嘛踮伫咱内面，咱的性命特要得到丰盛。咱做伙来祈祷。主献上阮的感谢，因为你先疼阮，也互阮会晓彼此相疼。你踮伫阮的中间，是因为阮若受你的诫命，就的确要来领受到迄个无限的恩惠。愿主你继续，互圣神的引带带领下面，阮逐人拢真做是彼此相帮衬、相陪伴，也相鼓励，做伙来亲像迄个葡萄树参树枝的关系。阮要互阮的生命得到丰盛。愿主你继续使阮看顾东门巴吉的教会，是光是盐是金的灯台，伫即个社区徛起，荣光你的名，真做侪侪人的帮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我是李正新，目前我是一位社工师，主要服务遐个伫渔船顶拍拼的外籍渔工。伫因对着困难时，我就是迄个陪伴因的人。同时，我嘛伫协助政府推动渔工政策。渔工朋友拢叫我爸杰森，爸伫印尼话是新生的意思，杰森是我的英语名。过去捌有远伫香港做事的渔工打电话来互我，求我斗相共。过去捌为着穆斯林渔工争取基督息，我心内真丢涂。身为基督徒，我有必要帮伊处理其他宗教的需求吗？一直到赖信箱牧师提醒我，耶稣服务人的时，敢会问对方的宗教背景吗？这句话互我感觉真见效。原来我的爱要带着分别心。对迄时开始，
我合适转念，若耶稣徛伫遮，伊会安怎做？伫迄摆反省后，有一摆公报社分社长来到大理舞会请安，社长鼓励我甲服务故事写落来分享。我当时推迟讲，我的文笔无好，写袂出水的话语。社长搭我的肩胛头，笑笑讲：“你负责写，后壁的代志自然会斗相共。”这句话予我勇气，予我决定用上简单的方式记录服务的一切。都到更新周刊，感谢上帝，透过公报社更新周刊，甲伊使用我所做的事工记录落来，互更较侪人看见上帝的疼，一直出现伫咱的身躯边。台湾教会公报社出版的《更新周刊》今年满30年，这中间每一篇文章，拢是作者亲自领受上帝恩典的见证。目前每一礼拜印出10万份，是台湾发行量上大的福音刊物，鼓舞感动最人的心灵。无论是《更新周刊》、台湾教会公报、新眼光读经手册、少年新眼光读经手册、甜蜜亲子报、网络新闻。这每一年拢需要超过5000万费用的文字工作，拢是为着要帮助所有兄弟姊妹踮伫主内面结果子做做。愿咱伫主的听中间三结连，为着台湾教会公报社的文字事工，关心、带导、支持、奉献，愿主赐福咱大家。即是来吟圣诗615首，伫主内面有喜乐，咱坐咧吟就好。
咱用甘心乐的心来奉献，回报上帝对咱的疼。请坐，即时我来报告吼。7月15拜三，咱就查经班，陈牧师带较真活泼，真好吼。请还未参加的会友吼，咱较侪人来参加即个查经班。若有参加的吼，伫咱要去的进前，咱先甲咱的课程，你去要查的课程，先复习一遍。今仔日是本会所定。总会所定文理传道事工奉献主日，咱感谢教育公报社社长彭牧师前来教会请安问候嘛，即个所在甲咱讲道，咱多谢伊吼。今仔第2场礼拜后，要伫社区发展中心宋大教室吼召开中执会，请。中执甲团契会长吼，留时间来参加。中执会了，要召开小会嘛，请小会员留步。今仔日到后礼拜19是咱教会的步车检查，请团契甲机构吼准备好资料吼来受检查。第5点伫7月25日拜六上午8点半到5点吼，文化协会要伫社区发展中心的口尾屋吼，举办迄个导览的课程的培训吼，详细情形咱再家己看咱的周报。第6点嘛是7月25拜六下午2点，咱协会邀请谭一帆博士要伫咱的大礼拜堂来一场的演讲，所主讲的是建堂100周年的讲座吼，
是做社区会更较严，伊主题是做社区会更较严，让教会正做文化资产。这甲咱现主是咱的教会吼，拄啊好真贴切啦吼，请会友会当踊跃来参加，嘛知影咱教会灵业啊未来走向是啥物款吼。第7点，教育部本会教育部主办幸福家庭的4堂课的课程吼，有周日班甲周六班，详细咱换看周报啦吼。第8点嘛是咱的本会教育部所主办的拉法里面的更新的 DVD 的课程的初阶班吼，这个方式咱换看周报的迄个消息。搁再一项补充的，就是咱协会有伫礼拜天外口吼要义卖吼，咱的迄个购物袋吼，请会友踊跃来购买吼，赠送互咱的亲友啦吼。这嘛是协助咱的教会或者会售货的事工的经费。介绍，咱就请陈牧师。大家平安，我来做介绍。我今日才知影，帮南定牧师吼遮尔辛苦。咱有时间去公报社甲看卖吼，迄个内底加真水，内容嘛加足丰富啦吼，无论礼品啦，遐个册拢加足济。我今日才知影伊是，愈老的愈爱哭。今日我才知影，这个兄弟，伊是用生命来为主做工，咱要关心咱的文字事工，互伊压力免遮大。若8千写做8万，嘛毋通阁改。第二个我要介绍一个今仔日真特别的人客吼，迄个卫灵团队啦吼，卫灵姓卫吼，安宁的宁，卫灵团队坐伫倒位？对。甲伊的丈夫林永祥先生，甲伊的细囝林雨木小朋友，今年要读小学1年啦吼，好，真欢迎恁来。我特别甲介绍一下，伊是丰原人吼，咱隔壁厝边我后里人，伊是母会是台中中会新平教会，伊大学读幼教的，阮牧师娘嘛是读幼教的吼，伊捌伫总会青年事工委员会工作5冬啦吼，相当的经历。后来读南神，伫仁和教会有奉做传道书，吼，咱爱甲伊好好熟悉这个。以上报告，毋知还阁有新来啦，蔡小伟，我常常看到伊的相，欢迎你来。佮这个兄弟我常常看到。准人就是啦，欢迎你来。伫阮兜后壁阳台看出去，就是你足大个看板哩啊！迄个，开始算中华路吼，东门路，东门路，迄个新高酱油边，好欢迎你来。还阁有人客无？迄个。创议员，你有要甲阮报告啥物无？真欢迎。好，以上，谢谢。咱即时来读本少金句吼，我先来读一遍吼。
恁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恁无论爱什么，求就甲恁实现。约翰福音15章7节。好，咱做来读2遍。你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恁无论爱什么，求就甲恁实现。约翰福音15章第7节。好，咱搁一遍。恁若甲我结连，无论恁爱什么，求就甲恁实现。15章第7节。这是咱来吟上营结束的诗歌，圣诗396首，今要散会，求主赐福。吟诗后，请牧师祝祷。那这是我奉主耶稣基督名，通好胆安尼讲。主你的恩典无限，你的恩典久长充满这个世间，愿阮会当甲你相结连，来领受这款的福分，来结果子侪侪，互阮的性命要得到丰盛。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上主的怜悯疼叹，就借着圣神的相通。互阮要来守伊的诫命，对即事到伫永世代保证。阿免。请坐。